烟做起的门料，再披上颜色作为外墙，也是闽农用按路街巷的面目火房。民国28年，当时45岁火房主任林春义cùng家长林兰贵，引进了日本政府的营业政策，开启了闽农的种盐历史。闽农嘅见面，我种完稻盐呢，也係當時阿爸同袁貴伯嚟牽頭。阿爸而家呢，我同日他講你講啊，學親人咧，他係種鹽嘅。阿冇農業啊，都有嘅，啊，你嘅生產到也你嘅利潤啊，改好。中意拜鹽呢我買夾條冇電，點冇可能呢？希蓮花廠，希蓮隨意天嘅來嘅，對對人業有過深嘅感情。因為阿爸投入去種鹽嘅事業，全盛時期嘅林家，種出嘅面積達到16甲，再加上10桶鹽料，係當時前有名嘅鹽草大王。減少，蓮花廠現在的冇再種鹽呢，但是想起過去同路家天數嘅經驗，印象還係真唔深。那當時咯，米都帶鹽嘅，啊那時間那個運動頭啊，米都帶公米，一點都出來的，帶米都帶鹽嘅，大概有一台慢慢的就查過來就當時都。下來都差唔多21嘅。但對湖拍嘅錄像片，冇做8個改劍。今年78歲張田芳，喺40歲時間，就擔任了全國鹽農嘅龍頭，鹽業耕種事業改進社總社長。同人生最有力量嘅時間，表提鹽業工作，伊嘛見證了屬於鹽業嘅黃金年代。睇做沙種是最紅火嘅時間嚟，佢當時都以前人家知道嘅，對台中嘅田種啊，你下嘅是好一片嚟嘅話，黃金鹽田嚟嘅，佢當時那個氣候是在好穩定嘛，人嚟講啊，夢樣嘅，不會的。從全盛時期嘅11000人甲到更加700公里甲，張田芳講嘅鹽業風化，將存到15分之一。今年的春天，樹上嘅鹽葉同每個鹽田鹽做緊旺盛，用很對過去鹽葉嘅思念，張田芳天天嚟面對也舊無同道嘅鹽呢。眼前也變咗一些個嘅鹽田，會感覺心改痛。這面好來感覺樣嘅啊？面對鹽呢，就感覺到嚟我痛心。通心，好心。林家鹽料係以前闽農最大噸嘅鹽料王，但對某種鹽呢做入非係無體使用嘅，也以前米包林家太細作為馬上嘅那件事。鹽草王國的闽農，面對監種的政策面臨的轉型。負責農業的教養上，慢點還可以再談一久。客家新聞7分之5用播圖。